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邱思敏。鄉下的老屋裏面本來就黑洞洞的，大清早與黃昏更是漆黑一片了。奇怪的是，叔公在屋裏做事，進進出出都不點燈，卻能行動自如，決不致碰來碰去。鄰居問他為什麼不點燈，他說：我的妻子眼睛瞎了，點燈不點燈對他都一樣。我又是為自己點燈，心裏就過意不去了，不如也摸着做事，覺得與他完全一樣才安心。因為他腿沒癱以前，都是摸着為我做飯洗衣服的。中國古典文學中描寫愛情的詩詞不勝枚舉，我特別喜愛的兩句是：但得兩心相照，無燈無月何妨？老年夫妻因愛離篤，他們彼此心心相印。眼睛失明了沒有關係，口不能言了也沒有關係，因為他們是以心靈相對望，以心靈聽對方的語言，這才是真正的兩心相照。沒有月亮，沒有燈光，心靈仍是一樣的明亮。